现在他们在卖雪饼。开车不得了，有安全感的吧？没有。刺激。他开车一直。过去。哦，警车。今左でよ。怎么回事？什么？还有这样子。我的妈！从这个地方看到最后这个，你歪了一匹。没有，歪了一匹。啊，我说完了，これ止まってんだもん。但是你打车的很好，打车？打车，开车？对，差点撞上别人的车。你们那个今のところどうですか？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累。你三天后最厉害。上面讲你有那个看起来很好吃的东西。真的超好吃。哦。日本水果很贵啊。美味しそう。味道的宝石香。味道的保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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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。味の宝石箱や。すごいよ。なんかみんな问号。響いたね。いやこの靴失敗だよ。何それ？红配绿赛狗屁。有车来了。哎，老师天天秀这个。他好像个变态。因为可能对面的人也会从右边走。死ね次様！哦。张嘴。你袜子很别致哦。日本語これ何ですか？救命胴衣。あ、救命胴衣なんだ。へえ。全然負けてるよ。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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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無理やり言いました。他把门都撬进来了。但是一开始后面还好了，但是滑的时候他就出问题了。他怎么了？他跳了2次，他不是跳，他是卡在了2次，他就等于说我们船在动，他的桨是插在水里的。然后关键是他整个人还被那个桨给卡在那儿。对了，他找了一个。你不累吗？你一开始就是用腰滑的吗？我一开始全是用手，我要死了。他都用了。其实你们一开始的速度很他快。们一开始就很好，你们俩一开始都能滑。我们其实很我一开始他能滑，我不能滑。因为一开始不能滑。对，因为我一开始我们是老不是师说你我一直看我的那个桨，我们又落后了，我一看我没问题，超慌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看，然后开始慌，然后越来越你看他不动了，真的。没劲儿啊，没劲儿啊，老年人。白玉ぜんざいと揚げ餅ください。在桌上的饭没有那么好吃，不要期待。为什么现在？因为你输了，非常好吃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买了，好吃吗？好听。好吃耶！因为我买了，然后这个不好听。这个。糍粑，和果子。和纳尼？那你？对是。做吗？这是什么呀？
これはなんて言うんだっけ、ビンなんか土豆冰。土豆冰，土豆冰对，土豆冰，土豆冰，会讲好吃。这个颜色。其实也是有点想潜水，但是我害怕。有点兴奋，海里尿尿也没有人会发现吧？我跟你说，我的水平是什么？我现在连你把我扔到水里面，我都扶都扶不起来的那种。但是你昨天坐船一开始也没有那么好，但是后来是一个连云港的，这个不一样，我之前学过游泳，学不会。不会，现在换还来得及。我要去玩一下。现在换还来得及。说话。我们是找珍珠还是鲍鱼？是找那个。这叫那个沙仔怎么说？海螺。你是谁？这是日本，大家好，我是山上直播。我最可怕的是看不见一切。啊？怎么抓贝壳？凭感觉。哦，也不错嘛。我们是海尔兄弟。那你不应该穿衣服，你只是穿个内裤就行了。我们是穿衣服的 Higher Brothers。我估计你来给你干油。那个。哎。腿不行，腿不行。没有力。腰带有8公斤，他们说没有问题，但是真的好重，脚没有动的话就，所以一直要脚动，而且我没有那种脚的，这个嘛，所以一次动也，他们还有的姐姐们，一次就，我的发。好累。哎，你们在岸上看我是什么样子啊？哎，我跟你最好玩的，没有装备还算。第一次那边不是给了我个救生圈吗？然后我现在拿一个，然后我2只手拿过去，发现就下去了，我就抓着他的手，最后拉的就剩一个手指头。然后 boy 在海里面啊！你不要，不要 boy 不要。海里面是怎么样的？漂亮，但是什么颜色？我没有戴眼镜，所以哦，感觉太浪费了吧？绿色的。